就老个头。那感觉这哦开场无啥共咧是啊，真欢喜赞呢！呢。啊是讲哦，拄则咱要起来进前哦，嗯就等于讲咱爱先去找衫货啊。我甲你讲，嘿，你的目睭吼，哎，我目睭足细。有平常时有咧顾哦，有嘿有。因为今仔日要巡捕，要巡捕找宝藏，要甲宝藏找出来。嘿，哦有6个宝藏，伫咧咱的两仔病内底，你也咩拢是一个一个甲找出来。爱找出啊，好来。好好。啊嘿，海导览神仙这6个宝藏，这吼先过简单啊吧？这是羞辱人。啊，你搁爱叫我找，你嘛拜托。够5个，够5个够5个，看较远啊，看较远的哦甲明星共款看较远啊，哈，哎，看较远啊。这安那今仔日录影足闹人呢。哦恁拢会当来斗相共的，你们来到找宝，哎呦，哈。啊，你为倒位来？台中来，台中的，台中什么学校？台中教育大学，教育大学哦，拢会晓讲台语袂？听我安尼讲，应该是无问题。无问题。是，嘿，咱公司台语台上届好看节目叫做啥物？海导览神仙，谢谢啦！你爱巡捕的意思？好，你目睭多大呢？啊，这不是。不是啦，海导览。神仙啊！对，谢谢哈，谢谢。哈，等下帮你准备好势咯。哦，谢谢。啊，其他4字咧对啊。豆哦，啊，佫有人提我哈。有人有提，有人提，家己提出来哦。无，拢无，吗？拢无。拢无。哦，谢谢啊，感谢恁来看哦，谢谢哦。多谢。什么学校？谢谢。啊，这啦，自豪啦，自豪啦。这啦，好来啊，安达。好，咱够三个3个，够3个哦。济哈。哎哦，看到。看到。神仙的仙，等等。一般这时候应该有破声哦。哎哦，啊你拄是感觉给我好诶。是啊，还有宝藏就伫咧细节内底，哎想袂到的所在，对可能所有地方拢有宝藏，嗯。像是。真，这有一个，金冠小鬼啊嘛。还有咧，另外一个咧，你有看没？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哦，海导览神仙，哎，你也坐落来，喂，我穿裙啊，你无要紧啦，对啦，无要紧啦。神仙，欢迎收看。海导览神仙，谢谢。啊，阮这个短台语大毛播出咯，吼，请大家继续收看嘿。多谢收看，拜拜。无啦，要什么还没开始啦？咱导览神仙拢还没出嘞，经过足久啊呢。经过足久啊，但是咱一般来讲爱有一个朋友嘛，导览好朋友，是不是？对。系啊，无遮长哦，今仔日莫有好朋友啊。袂使，伊哦足出名，因为伊是算一个反指标。啊。巡捕爱出门对无？对。伊就无介意出门。啊，袂来创啊。伊有够在的，伊无在创啊，就是看咱的导览神仙的路线，敢会当感动伊，想要互伊出门。安尼水哦，一招袂歹。系啊。邀请出来。邀请出来，来哦，欢迎音声。音声，哎。我是第音声，你若变做无啥共款哈，因为我教他们。感觉加做有气质呢。哎呦，加讲的。你莫就还好。你若变一个笑路呢。对啦。啊，你现在无介出去佚佗。我听到今仔日的节目，迄个单元是行路嘿。我是一个反指标无毋对，因为我行伫路的，我足惊拄着鸟鼠啊，无就死鸟鼠啊。今仔日希望哦，两位老师的路线哦，会甲感动到，互你愿意行出恁兜的门家口。有淡薄仔难哦。啊，淡薄仔难，所以老师爱加油哦。是啊，两位导览先生爱带大家去寻什么宝呢？
交互控沙来介绍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矿山，今仔日大家较轻松的吼，阮唔免爬山，嘛免落海，伫都市内底都有宝哦。今仔日要找啥物宝呢？来，咱来看阮的影片。找宝啊！你头拄啊，大家影片内底看，迄拢是伫都市内底哦。嘿，啊，今仔日要找的宝是啥物呢？有一个是为台南来的新秀，另外一个呢是台北的石粉。我感觉拢真特别啦，所以呢，今仔两位导览先生呢，特别来遮来讲故事，互大家听。第一位导览先生呢是台南足出名的，伊是一个艺术家。来欢迎阮的蔡伟林老师。厉害厉害！来，我感觉伊足特别，因为伊足侪迄创作的灵感啊，拢是为迄庙口。庙口毋是足侪人咧广告吗？对。阿公阿嬷咧广告，伊就甲伊听听的，啊变成伊的创作。听讲你明年搁要伫迄台南美术馆展览，嘿，足厉害，有真侪足古锥的物件。等下就麻烦老师来讲，互大家听。好。刷落来。第二位是一个足古锥的，伊有一点仔歹势，所以等下大家爱互伊一点仔鼓励。欢迎阮的台北的石粉的代表，阮的小布老师。小布老师，你那里也都紧张啊？对啦，伊真正足歹势啦，因为伊讲伊平常时吼拢就唔肯甲人讲话，唔过伊今仔有足大勇气咧，伫遮咧讲故事，互大家听。伊是安尼啦，伊一直咧散步的时阵，就看到奇怪，台北哪有迄石粉啊，拢是伫迄路边安尼，所以就开始来做研究，发现讲竟然伫100多年前日本时代时阵啊，伫台北竟然有留88尊的石粉伫台北伫台北足侪所在安尼，所以就开始来有一个路线要带大家去找这个宝，所以等下麻烦小布老师带下来甲大家讲，这个路线要怎行较好耍。好，欢迎小布老师。第一位咱阿林吗？嘿是，你是艺术家，嘿我艺术家，而且你的这个作品去有台南博物馆，嘿台南美术馆，嘿，所以你是啥物作品去互因收去展览？我一个作品叫咱，讲咱台湾人的艺术。对。啊，因为迄当初的时阵，这条路足歹行啊。嘿。嘿，我感觉啊，可能我无法度行，因为迄当初阮爸爸破病，我就感觉啊，无我来转去啊照顾阮爸爸。嘿。哈，所以我就讲甲这图画，就摕去本册车单调就好啊，嘿，就会使完成，就是做这个作品就好啊。但是就是拄好啊，我甲神明跋杯讲啊，伊个叫我爱坚持落去。倒一阵神明叫你爱？阮兜的伯公啊。哦。嘿，啊叫这缘分啊叫啊，拄则好伊就讲了无多煞，就是美术馆就拍电话甲我讲，你要来展览无？啊，就展览到个，嘿，啊就展览了就讲，哦，管叫因足介意的，无我家己收藏起来好啊。我就安尼，就因为这原因就做艺术家安尼。你要放弃的时阵，结果你跋杯土地公伯也讲叫你要坚持，嘿，我坚持。啊，你想讲啊，安尼会摇巴肚，结果暗时土地公伯也敲电话给美术馆的馆长，可能。你嘛有手机啊？对啊，无哪有可能？有这种代。坚持，隔天就靠伊。啊，小布老师爱你好。你好。你要介绍这个石粉啊？嘿。台北有石粉，我哪毋捌听过，拄则我看影片，我敢若毋捌看过。嘿，我就是去咧北投遐新北投遐有一间叫做普济寺迄个寺庙，啊，我刚若去看寺庙，尔，啊，甲伫个后山看到一尊石佛啦，啊，想讲，为什么内面有号码？
啊写88番。我想讲88号是啥物意思，所以我就倒来做功课，想讲是安怎所以较甲查到这段故事安尼，阮就甲这个路线找出来，原来是讲吼100年前，迄日本人伫咧台湾的时阵，因为较比因的叫做四国边路这个朝圣的路线，较比过来，伫咧台北足侪所在有坑。迄石佛伫咧内底，毋过即马就过了100年了后，做者石佛就无去碰见，也是卖掉啊。所以讲，阮差不多找着40外。40几个。小武老师伊拄则咧讲，迄四国遍路，就是讲即摆咧日本啊，伫咧四国这个所在，足侪人去雕成一个雕成之路。有的人嘛会，比如讲去西班牙去行这个雕成之路。所以咱台湾嘛有。咱家己属于咱家己的雕成之路。系啊。安尼无，咱先来听你的故事好啊。听我的故事，好不好？伊足紧张的，互伊等下，先听蔡老师的。安尼啊。紧张伊只会你家己争取。说老师我爱先，我先来。好，我等下。岸边的风沙以前就是安尼，伊的尻川叫一口，东北风吹来的时阵，有呜一声，嘿，岸边的人就知影哦，要来啊！有一尊好爷叫救子，就是一个英文，嘿，救子，叫爱有 Mary， 所以叫 Mary。拜拜的时阵会拜一个物件，大家会使约看。迄啥物？这不是迄啦，这不是迄。因拢无看过，你冇看过这个广告？上少嘞。哦。兄。大家好，我是蔡伟林，我是台南来的，我是一个艺术家，我要介绍台南的新秀。阮要先介绍的是安平的风狮。安平的风狮以前就是安尼，有伊的景观有一个将军，这是较传统的版。嘿，伊有一个功能，就是伊的喙足快，这是伊的喙，后一张你会看到伊的尻川叫一口，嘿，互大家又看卖，这是有啥物功能？有啥物尻川有一个空咧？嘿，就是喙足快，尻川有一空。我想要问讲，为什么尻川会无空？你哪有这个问题？我没有这个问题。不是啦，有啥迄袂做啊？因为这是火啊做的，嘿，伊是功能就是。东北风吹来的时阵，迄力气，就伊的喙力气，拄这个空出来，有声，一声，嘿，别人就知影，乌鱼要来啊，嘿，佮去掠乌鱼，所以因就驶船啊去外口等乌鱼来，做乌鱼子，嘿，好，但是呢，因为城市咧改个旧的厝会徛去，所以伊。自建拢无看到伊，这个风狮啊！咧10几档以前，后一张看到这艺术家叫吴基金老师。吴基金老师呢，伊就感觉这文化这趣味的，袂使互伊无去。伊叫咧10几档以前时阵，叫发起一个计划，叫风狮复兴计划。好，伊叫找附近的大个人。甲志工做伙想者，阮来想这个时代的风狮，阮甲伊做出来，搁放伫厝顶，阮即马呢后一张来看伊新做的风狮，就世界足无共的，你第一看伊的面是四角形，嘿，伊面四角形，嘿，伊个面，伊个目睭伫遮，鼻啊，伊个喙齿，我敢若四齿尔，嘿，有四齿，这有一个球，嘿。是做那个
厝尾景的延伸出来迄种感觉。嘿，咧厝顶，哦，后一样就是伊最近2档做。高追，嘿，叫谁个叫无一个将军咧顶面安尼。这是厚道呢，嘿，叫做厚道好使啊。好，啊，介绍安平的狮以后，我介绍市区的狮。水哦。嘿，后一张，我看到这是对外门，叫老古石对外门。嗯。嘿，啊，这城门有一个故事。嗯。这城门故事就是这门，像弓箭同款。嗯。嘿，啊，伊的头壳有埋一个石剑，就石剑，嘿，石剑。石剑哦。嘿，石剑，嘿，啊，石剑这个石厝石到安平遐，嘿，爱破因的风水。为什么会安尼呢？伊当阵时因拢是咧做生意的，迄是就是一个港口安尼，伊是较新的港口。啊，因拢是就是商业上的对手。哦，互相竞争就对啊。所以做一个剑，安尼是安平。是。所以安平为叫这代志，就请做2个石将军，去囥安平，来画这个剑的线。哦，风水。这就是石家灯啦。伊写出去了，伊石将军嘛，伊踮了咧当剑。哦，石家灯，是这个道理。嘿，所以这嘛，因为这缘故，就请一个石狮公去遮。嘿，啊，我们等下看一个影片。嘿，这我本人行啊行。行啊行咯。对。啊，这个城门本来就是足快的，嘿啊，这是即摆的迄老古石家伫遮。嘿，啊，足有气氛。啊，这是石狮公的庙。哦。伫咧内底。嘿，这石狮公即摆是安尼。哦，那叫高水。嘿。因为旧年是台南400档，我为叫伊叫为石狮公。来哦！啊，即摆就是这我嘛有大来哦。哇，真会哦！嘿，这我画的图。你看，伊手顶悬，迄是对原门。是。哦，伊踮遐伊咧保护伊。嘿，你看卡加嘛有。这是两个是鬼吼。嘿，就是会使就是挡煞呢，我就把这意象画起来。嘿。甲你读咧。嘿，啊叫画这样大。这吼。你讲你是画这石狮，嘿，石狮，啊是讲你家己自画像？我就知，你爱安尼讲。对啦，我会较乌啦，伊较白。哦，安尼吼，这可能是一个。那会使遮拄啊好着吼。哦，你真正是带天命的呢。哦。啊，这就是另外一个石狮。啊，今仔我们讲了狮以后，我们来讲虎，就是台南的虎爷。啊，这图是我家己画的。啊，我画这图的感觉就是虎爷就亲像就是鸟啊同款，叫伊在台南拢伫迄巷仔内安尼看你，默默的看着你，安尼默默的甲你保庇安尼这种感觉，所以就画这个图。啊，我等下要介绍的是。行济宫，啊，伊较无共，迄一般虎爷拢是咧倒，倒骹，嘿，啊，伊是咧倒顶，先倒顶，啊，后一张，还叫啥安尼？哦，你来倒顶，嘿，啊，伊遮有2个牌啊，就是我是神明，莫有白甲我蒙，当作鸟咧甲伊撸啊，嘿，伊撸到你拢垃圾啊，对，有淡薄垃圾啦，啊，我毋知最近有甲伊。修复，就是收回来这样子嘿。伊较特别的就是讲，伊拜拜的时阵，会拜一个物件，大家会使约看嘛。鸡卵。对，好也会拜鸡卵，佮有啥？佮有啥物？迄是哦，就是安尼。迄啥物？迄啥物？啊，这毋是迄啦。哦，这毋是迄。鸡水哦。嘿，对。鸡鸡水啊，鸡鸡。因拢无看过，你无看过这个广告？你上少年啊。哦，挺好嘛。爱拜鸡吧。嘿，对。什么款的鸡吧？嘿，后一张我看一下，吼。哦。你真正拜一间。哦。啊，因为虎爷就是囡仔的守护神，所以讲伊会足疼囡仔的。啊，这拜了啊，伊拢会分互囡仔。嘿。所以这是较特别，啊，但是伊的形就是较传统的形，
啊，等呢，我要介绍阮台南较世界较无共的好野。嘿，啊，这个呢是咧拜定成功的所在，定成功的所在。嘿，啊，有一尊好野叫George，就是一个英文名。George，嘿，叫 George。啊，为什么叫George呢？因为有一天呢，有一个某囝经过，又较矮嘛，就是好野，又经过讲，妈妈，遐哪有一只周子伫遐？哎呀，为啥这庙会拜周子？嘿，伊世界嘛，伊用迄绿色的吉家用就线，嘿，啊又较特别安尼，所以就互误认为是周子安尼，所以叫谐音就叫周子。嘿，因真正有跋杯，讲啊无我你这个英语名我甲你叫照字好无？圣杯。你是有袂讲的啊？真的啦，真的。你讲真的，我拢感觉是。我讲真的，我家己就怀疑我家己。听得很荒谬呢。真的，这有跋杯，你袂使凊彩甲姓名号名，这是真的。哇！你唔知哈？感谢你的补充。啊，后一张，嘿。啊，这届老师叫劳静文老师，伊是台南最有名的艺术，嘿，啊伊画好就是这样呢，嘿，伊就是画安尼甲合在两起共款，嘿，啊，搁有伊用足侪嘿色料嘿，安尼搭起来，就是一粒一粒，哦，嘿，啊，搁用金色去画，是啥物材料材质做的？茶用茶刻的，伊用的色料我唔知，伊可能是伊的秘密配方。看起来足光的。嘿，伊搁有擦金油，所以敢若灰啊共款，就是敢陶瓷的感觉。嘿，就是伊做的。哇！啊，后一张，啊，这就是咧伊的身躯的后壁面。那有一间庙内底人会发现说，那这有一个卡波因伫遮，又甲伊跋杯讲，是你偷走出去佚佗吗？伊就讲对，要三圣杯。嘿，所以讲大家若是有去时阵会使就去看伊的卡布因伫遮。嘿，这就是伊的故事。嘿，好，啊，等下阮要讲一个新的无共的，嘛是劳静文老师做的新香。嘿，啊，后一张，这是林水夫人庙有一个神明叫江好伯。伊生啊好的，但是毋是好爷，伊的故事是。林水夫人时阵有一届，看到一个所在，互白虎惊，白虎惊，就是伊会教人食人安尼，伊就甲伊做修理做部长安尼，伊就叫江好伯，嘿，所以伊毋是好爷，伊是江好伯，伊是好伯，嘿，叫，嘿，拜庙的神明拢是刻女性的形象，嘿，是咧台南林水夫人庙有做白虎正的这模样，嘿，因为咧延平郡皇室客厅，所以讲有旧字，就要有 Mary。嘿，所以叫 Mary， 嘿，但是这私底下大家咧讲啦，嘿，叫无甲伊宝贝啊。而且我甲你补充一下，是，你拄则讲这是囡仔专门去拜对无？是，你知影拜啥物上好无？拜啥上好？因为当时你会出迄个政治。水痘啊，对，你出水珠的时阵，你拜江好伯的时阵，你咧拜的时阵，江好伯会甲你的囡仔水珠，伊会用伊的喙齿甲装咧，伊咧好就足紧的。安尼甜的意思。哇，这种爱心照顾囡仔。囡仔着惊出水珠，江好伯。好，感谢多兰先生。谢谢。我是你的工课伴。好，我会介绍就去食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哇，足高贵耶，足高贵耶！出来就要小布老师啊，麻烦你啊。谢谢。第一番甲第二番就伫咧遮。我就问一下，捷运到拄啊，迄个所在爱行偌久？行3分钟，3分钟就好，3分钟就到。
大雄宝殿后山就有总共9尊的师傅伫咧遮安尼设一个。啊，这就是咱当时看到的第88番，100年前就伫咧遮，不过中间有88年胖见，无去啊。啊，敢知影是去做？唔知，差不多旧年较转来的。起价无赔呢。啊，出来就要邀请咱的小布老师啊，麻烦你啊。啊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布局型的小布，今仔日来带大家来看石佛。好啊，来啊。咱先来看这100年前的报纸哦。咱内底就有写讲吼，这台北新四国边路迄当阵啊，为第1番到第88番是伫咧啥物所在？阮遮有即恁1份是阮做的 APP 啦，较清楚。这条路线就为西门町开始，一直到开始行，开始行以后行到艋舺龙山寺，龙山寺搁行去古亭，古亭呢搁行过来就是中山区，过来就是圆山芝山、树林，过来就是草山就是即摆的阳明山阳明山并过就是即摆的北斗，安尼就煞。这条路线有88尊的石佛伫咧遮安尼，所以讲哦。一张咱来看者，咱的石佛生了安怎看？阮有做一个较 mini 的石佛，大家当会使互大家看较详细。咱下骹有写番号，番号的意思就是讲伊的号码啊，伊是第1番，第1番，1番，遮有只写1番，隔壁是伊伫咧日本的寺庙的名，顶悬就是国名。国名，国名，这是蛙是啥物国？这个阿婆国，较早吼日本的属国有4个国家，4国岛有4个国家，伫咧古早时代啦，武士的时代的时阵，所以讲伊是阿婆国。顶悬有写佛祖的名，即阵是释迦牟尼佛。88尊有足侪款的，有观音啊，有阿弥陀佛啊，有释迦，有地藏王菩萨，足侪种的。所以讲吼，每一种拢差不多拢是世界安尼啦，但是有些小小无共是讲吼，因为迄当阵100年前是老师傅用手工一个刻的，所以讲吼，白白拢是观音菩萨嘛，每一个拢观音都无啥共款安尼吼，所以讲阮有整理一条较简单的，无爱出门的。阮有整理一条吼，一条线是较简单的，阮会坐任意门啊，就是坐阮的捷运这条路线有3个所在，有头有尾，这3个所在嘛是即马会使看了足侪师傅的所在，咱坐捷运到西门町，一出来就看到这是妈祖庙，就天后宫，内底无啥共款哦，咱来看下一张。一张哦，阮会看妈祖娘娘伫咧中间，但是阮阁有100年前的弘法大师伫咧内底哦，因为这个庙是较早时阵啊，伫咧日本时代是日本人的庙。是个供奉个弘法大师的庙，所以讲这2位即马拢伫遐，坐捷运就会到位啊，唔免行，嘛免爬离岛，唔免压雨安尼，下一张，咱的第1番甲第2番，恁手的内底第1番就伫咧遮，所以讲，阮开始行就是为第1番开始，咱看了石佛之后呢，坐捷运过来到圆山啊。圆山，捷运到拄迄个所在要行偌久？行3分钟就好。6号出口出来，3分钟就到。你真正足公主的。而且，你家拢有骑楼，
所以讲袂晒日头。啊，坐捷运到圆山啊，圆山捷运站嘛是2号出口。2号，啊出口出来嘛是3分钟，3分钟就到位啊。中调的哦，3分钟会使无？3分钟会使。我懂你，嘛是3分钟啊，3分钟就会到位。这就是临济护国禅寺。较早时阵嘛是日本的寺庙，啊，这拢是古迹。迄当时留落来100年前的时阵，风景就无共。这风景足日本的。是，足日本的，来到遮就。敢若来到日本共款，啊，一张咱先看一个影片吼，大雄宝殿后山就有总共有9尊的师傅伫咧遮，安尼踅一连，吼，啊，伫咧100年前的时阵啊，遮本来就有坑师傅啊，啊，本来有4尊，啊，但是为虾米即摆会加较侪尊？伊家己发出来。伊甲我洗骹夹过来，长脚了。这100年来啊，有当时啊，迄师傅因为就是都市更新啦，啊道路嘛设甲无共款，所以讲一寡师傅去互人冒去啊。还是胖点，头毛去啊，还是袂掉啊，袂掉吗？我可能在试过嘛。我可能在试过嘛，对啦。所以讲有一寡人就是讲，哎呀，拄着伊就买转来，还是讲请来遮，因为寺庙拆掉啊，就请来遮囥，啊，互大家会使看，会使拜拜。所以讲，即马遮有9尊师傅伫咧遮哈。好，下一张，咱师傅看了，搁捷运坐到新北道。新北道遮就是一间我头拄仔讲的普济寺。这间普济寺伫咧100年前嘛是日本人的寺庙，所以讲吼，这规个所在拢是古迹，啊，足水的。啊，下一张，啊，这就是咱当时看到的第88番。阮想讲啊，那庄严。哎呀啊，搁有号码安尼，100年前就伫咧遮，毋过中间有88年胖见啊，无去啊。敢知影是去对？毋知，就是有一天有人咧爬山，啊，想说咱来伫遮，迄是一个教授较知影这个故事，佢讲说那伫遮。所以讲甲伊请转来，差不多旧年较转来的，讲说回娘家的概念啦，所以讲吼，这厝起了足水的，就是为日本的88番的迄寺庙，甲伊 copy 过来。所以这间就是仿日本原本迄个寺庙。88番寺庙。嘛是伫咧四国这个所在。对。迄间叫啥物？迄间叫大蛙寺。大蛙寺。大蛙寺。拄啊好伫咧战旗，咱食战旗乌龙面有无？战旗果啦，所以讲伊上面有写Sanuki。有写Sanuki。原本的所在。原本的所在，原本的古名安尼。刷落来，咱先来看一个影片。这嘛是伫咧北投的文物馆，即嘛是文物馆啊。较早时代嘛是日本人的福铁路啦。伫咧门仔口边就会看到。咱有2尊师傅甲弘法大师，这是弘法大师大做伙安尼，但是讲吼，咱文物馆内底嘛有一尊啦，但是你要开钱买票，才会看到安尼，即马伫咧内底。所以咱弘法大师伊是第几番？伊无番，伊敢若就是陪伴安尼，就是伫边仔陪伴。所以这是尾啊，因才搁甲伊刻出来。嘛是100年前去的。嘛是100年，但是伊无算咧88番内底，伊算89番呢。无，伊就是无番的师傅。伊是独立的。有当时阵有坑，有一寡无坑。搁有其他的所在，咱去北投洗温泉的时阵。温泉饭店。温泉饭店，这是阴江温泉。较早捌带进前的女朋友，莫问啦。奇怪，无啦，我朋友捌去过。看就知啊。朋友。这间嘛足久啊，足有名的。遮有一尊师傅是我较介意的，较介意师傅。伊有个三粒头啊，三粒头，对啊，一两三粒头，伊是马头观音。马头还是？马头。马头观音。马头伫遮伊阵
有点模糊安尼。哦，上顶悬。哎，对对，哦嘿嘿嘿。你风化去啊？这阵就特别的，啊，唯一一尊是。无重复的。我看到下骹有一个会当插香的所在。哦，插香啊，是。我若是过去，嘿。爱致敬，我嘛会使点香。可能爱甲阿姨讲。哦，爱甲伊讲，爱有礼貌。你较我抓迄阿姨讲嘛，我抓阿姨菜吧。毋过遐个阿姨做足够水的，嘛真照顾的。伊落雨的时阵会甲伊挂过来啊，无雨的时阵会甲伊摕落来。啊，一张咱过来看期待，啊，即阵阮就讲是金牌师傅啦，顶悬拢挂挂金金牌牌。哇！即阵较早吼是叫人单调的。哦，等掉伫个水沟内底，啊，互一个住伫咧附近的人看毋甘，所以讲家己扣转转来，啊，起一间敢若土地公庙，啊，嘛有足侪人来许愿，啊来还愿，所以讲挂一大堆金牌伫咧遮这样。啊，这伫咧草山啊顶悬，啊下面就是奥万大。台北的奥万大，那即马时间差不多去看了师傅，啊，会去内底就会使看枫叶啊，足水的，嘿，啊，搁会一张，即阵伫咧中间，即阵嘛是，当是扣人定掉的，啊，嘛是阿伯毋甘，啊，甲伊扣转来厝咧，伫咧车库边啊，啊，甲伊共用伫咧遮，啊，每一工拢摆，啊，像这两番。就是伫咧荒郊野外啊，就是真正是荒郊野外。即阵是伫咧草山啊顶悬将军的蒙阿堡边啊。啊，这两尊，一尊就是弘法大师，伊位较大就弘法大师出现。啊，就是伫咧嘛是私人土地，但是讲吼无人住。啊，即马就是这条线就是咱整理出来，啊有 APP 当啊去行。啊，今年拄啊好是100年，这个活动是100年，老师有传这要送大家，这100年的纪念品。来，咱做mini 版的师傅安尼，啊嘛我嘛做迄明信片卡当啊灯影啊。100年的纪念品。100年。这就是讲，我今仔日去看到这一尊石佛的时阵，啊，伊遐有迄个影仔好长。嘿，阮做的影仔好长。有，咱坐捷运也有晒所在嘛，嘿，啊有，啊就做轻松，啊行3分钟就会使灯影啊。所以你足照顾呢，特别照顾你呢。这3个所在拢有影啊。就赞呢，这每一个石佛拢有家己的介绍，介绍伫咧顶悬。啊，拢是捷运会当到的所在，剑南路啦，你上无一票，上无一票。捷运也是公车拢有到位，啊是U拜嘛是会使，U拜嘛会使哦，所以讲咱等音啊，搁看师傅啊洗温泉，安尼啊看枫叶嘛会使，啊看古迹啊去看文物馆拢会使，哦，啊这是我的介绍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天家无亏呢。是啊。我台湾安尼行透透吼，应该是无啥物毋捌听过，这我竟然是人生第一摆听到。讲台北有这个朝圣之路，这条路有100年的历史啊！我感觉今日老师来有特别安排，拄好100档，要甲大家讲这条神秘之路。刷落来咧，两位导览先生要来为家己加分啊哦，一个是好食的，一个是好买的，到底是要买啥物咧？来，咱来请请。好食哦！这就是风塞呀。这一只是用我拄结婚，而且是种结婚的尴尬。哦，就是拄着好爸母，好爸母咧笑。结婚的人才会知。换药鸡鸡腿。我给你食啦，我食你就无通食。你食啦，我食。来，换来，来2千，来2千啦，我下先过来来。
带落来咧，两位导览先生要来为家己加分啊哦。一个是好食的，一个是好买的，到底是要买啥物咧？来，咱来请请。嘿嘿。好食哦！这哪会这厉害？哇，高水的呢！这就是风西呀。卡thân都巧的，伊有两个面呢，都会两面。笑一个。一只，搁一个哦，面。真的呢！你想要甲做成安尼？哦，因为我这一只的时阵我拄结婚，结婚，而是一种结婚的尴尬。哦，就是拄着好爸母，哎，不是，伊愈拍伊是两只，不是敢若一只，对无？不是好啊，解说。好，就是阮结婚以后，你的生活就结做伙。结规球。嘿，嘛是啦，吼。嘿，但是你又搁淡薄仔时间是想要一个人，一个人，嘿，你有一种两者会搁分离的这种感觉。有家己的世界。人不今仔这种日来这种呢。就不才感觉，结婚的人才知。我知，啊，这个咧，你要看卖，大家要看卖。哎，大家要看卖这是啥？哦，这个会叮当。哎，这来头前看，来头前看者。这是要莲，看卖。哎对，龙哦，哎，龙。哦龙啊，对，这嘛是龙，嘿，这伊的喙嘛，啊中伊的迄个喙伫遮。哎对，我嘛是龙。中中是毋是香炉？嘿对，它真正是香炉。嘿对，头前是香炉，嘿这是香咯。是香炉。其实我做这的心情是足无聊的，嘿，我是有一届看迄哥吉拉，嘿，哦，嘿，啊，搁遮有一个反派叫基多拉，嘿，还有三粒头。啊，因为我朋友甲我讲，啊，恁做这种民俗的物件啦，袂使做，你就做不出很酷的东西。哎，我就用基多拉来抓一支安尼，甲香炉的造型，哎，结做伙去买。啊，因为这种较奇怪，都无人买，所以我才去吃。所以我拄仔讲说，好食跟好买啊，好买是咧卖家己。但是这有甲我的人生较有连接较强。嘿啦，来开一个价啦。这个今仔多出来学生啊上时，来，好嘞，来，600向600开始来，600要给我再600给我再700来700来，看我涨到1000来1000，来1000了，我再1500向给我举手者，1500了，1500一声，1500一声，1500两声，1500。2000来，2000来，我先鼓励者，来，2000了，给我来2000一摆，2000第二摆2000包过来。2000啦，我包予你，你做直接予我，拜托者。2000了袂使，袂使。安尼我歹势，无你起来食鸡汤来。来啦，吃鸡腿哦。来拢来啊！你徛咧遮，来，我叫你喝。哦，恁这个校台语拢讲了袂歹呢吼。台语系啊。哦，你海口音介重的哦。哦，多谢我中昼无食啥物，无食啥物。咱讲有便当。我便当好料。所以你是住咧倒位？阮阿嬷是大场町的，啊，阮阿公遐是布袋啊，云林海线迄角的，所以是泉州来的。对，阮阿公阿嬷因祖先拢是为泉州来的。祖先。无怪迄个球介重啦，嘿啦。啊，你食一喙感觉安那？哦，真好食的，这肉质真好，真嫩。真嫩。无你后一集来做阮的来宾好。你学生我哪会遮敖讲话啊？拢足高讲。无讲人也无啦。谢谢，今日来看阮录影有好笑无？有真好笑哦。真好笑，好食多吼。谢谢，你会使摕去豆豆仔食。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好。啊是讲吼，啊咱去拜结婚吼，啊哪会是食鸡腿吼？啊，这就是头拄仔咱有看到迄金牌石佛，下骹有
咧卖这麻油鸡，食足侪届，就感觉讲足好食的，所以讲就推荐给大家来食安尼。啊，阮现场吼，一两三四五六，你炸3支安尼哦。系啊， 4支啊4支啊， 4支安尼4支啊。要紧，你食啦，你食啦，我就炸4支尔。你食啦，我食你就无通食。我袂歹食。有够好食。这数量无介高。所以讲会使去看师傅，啊，搁会使去看枫叶啦。啊，看了枫叶落来就会使食鸡腿安尼。麻油鸡鸡腿。是袂歹，嘛真好食的。讲正是的吼，今仔日这两位导览先生吼，来我真正代替咱全国的朋友吼，甲恁说多谢，恁愿意来分享恁的故事。我感觉吼，大家看到了，不管你人生有啥物问题，去看一下这个风沙爷，去看一下这个虎爷，还是去找石佛。我感觉伫咧这个路程当中呢，恁这个问题应该拢袂搁再是恁的问题。哎，你可能食到这个鸡汤啊！哦，原来这世界上有这么好食的物件。我是爱淡仔咧烦恼，淡仔咧无欢喜，对无？无必要，无必要啊！所以你要行出去无？是不是爱用投票来讲下？投票，好哦，投票。看你投啥物路线，过来问。来倒一个。 OK， 我处理好势。我嘛处理好势啊。我嘛处理好势啊。我讲因来，因嘛爱投票，咱用举手会好啊，好无？今仔日呢，咱有即个台南的剑西啦、丰西爷啦，吼，即个新秀的路线。啊，第二是咱台北石佛88番石佛，来要投互即个石佛的举手，比较较悬的。哦，好，啊，起来。啊，台南的新秀的举手。 一半，哦，拢无洗好的哦。一半，是真正的。但是阮嘛投好啊，来看到底是谁胜出，来1、2、3，噔噔。对啦！今仔白水，今仔日我嘛是安尼，这嘛是安尼一半，白水安尼人生是上好的，咱就是 balance。 投对方呢？恁互相投对方呢？哪会安尼？我就有兴趣的。你对伊就有興趣。对，就有兴趣。你冇咧收皮啊！我爸冇咧收。啥物？你冇冇来？兄弟啊！是啊，你怎投互伊？阮感觉迄嘛足水的。 系啊，为了足水的，嘿，足用心的，嘿，足有创意。你嘞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感觉出去咧，爱看较侪风景的，较有法度静心。对。啊，毋过去迄个虎爷遐，迄是例如说，看什么日期啊，还是看什么时阵的特定的去遐变。啊，毋过我感觉若是要静心去行的话，应该是去找迄个石佛。要有心较静，对，较定啊。是。啊，大排你呢？我就感觉去看艺术品呢，啊，搁会当食台南的美食，是，就 CP 值足悬呢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因为伊看起来就会晓找好食物的，所以就对伊行着好啊。啊，这么好的两个路线，大家拢爱去，你讲好吗？各位观众朋友，恁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大家拢唔知的故事，欢迎报名海导览先生讲互大家听。啊，咱的影片哦，拢伫台语台 YT 频道顶悬拢看得到。咱后一来上会导览先生，拜拜。拜拜。